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馬太。今日又有靚煲分享，就係 Stup 嘅16cm 檸檬黃鑄鐵煲，拎晒成個煲出嚟俾大家睇下。呢個煲最吸引我嘅地方就係有小雛菊花，加埋墨水嘅圖案，我覺得佢同檸檬黃簡直係絕配啊！真係好靚啊！佢內外嘅塗層上色都好均勻，連晒鍋痕都咁細粒，真係非常之靚仔啊！官網上面嘅相係有3隻顏色嘅，唔知道你哋覺得邊隻顏色靚啲呢？其實檸檬黃嘅煲原本我已經有2個16cm噶啦，佢哋嘅煲蓋可以互相交換使用。咁細個煲通常會愛嚟煮咩呢？圓形嘅煲底最適合就愛嚟煮飯噶啦。有冇朋友覺得用鑄鐵煲煮飯好難控制火力？咁今日就嚟分享點樣煮白米飯。今次我會煮1.5杯米。洗乾淨咗啲米之後，加入1.5杯水，視乎唔同米吸水量唔同，總之同平時煮飯差唔多嘅水量就 OK 噶啦。有時間可以浸佢15分鐘啦，如果冇時間就直接煮飯啦。中火開始煮飯，大約3分鐘啲飯就會滾噶啦。想準確咁樣知道幾時轉細火，最好就係打開個蓋啦。一來就唔使滾瀉啦，二來就可以準確咁樣控制火力，好快嘅啫，大約2-3分鐘，會見到啲泡泡開始減少。如果整煲仔飯嘅話，就呢個時候加入材料，跟住冚返個蓋，開始轉細火。每個屋企嘅爐頭最細火可能有啲唔同，我就用咗1點火煮9分鐘。好啦，煮完之後，如果唔中意食咁多飯焦嘅，就將佢拎埋一二邊，焗住佢大約15分鐘啦。香軟 Q 彈嘅鑄鐵煲白米飯完成，睇下係咪粒粒分明呢？用鑄鐵煲煮飯快捷又方便，10零分鐘就搞掂噶啦。同埋佢亦都唔會黐底嘅喎，睇下。之前亦都分享過整煲仔飯，成煲上台，美觀又保溫。煲仔飯我中意有飯焦先夠惹味嘅，你哋話係咪？可以開飯啦！中意我分享嘅朋友請訂閱我嘅頻道，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如果有完成作品，亦都可以喺嗰度同我分享下。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，下次見。